想象一下，这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早晨，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轻轻洒在你的床单上。你睁开眼，一时清醒，心里正，盘算着待会要去菜市场买些新鲜的菜，或是去公园找老邻居下几盘棋。你掀开被子，双手撑住床沿，准备像往常一样站起身来。但就在这一刻，异样发生了。你的大脑下达了站立的指令，但你的双腿却像是不听使唤的木头。你感觉到一阵轻微的颤抖，从脚踝传到膝盖，那是你从未感受过的无力感。你的膝盖骨发出了一声只有你自己听得到的闷响，庞佛在抗议，逐成在你的体重。你心里一惊，试图用力，却发现肌肉像被抽乾了力气。这并不是什么突发的重病，你也没有遭遇任何意外，这仅仅是你的骨骼与肌肉在漫长的岁月中正一点一滴的流失萎缩，而你却一直毫无察觉。请记住，在60岁之后，我们最脆弱的时刻往往不在病床上，而是在这些最日常的瞬间。最令人恐惧的巅峰时刻，是仅仅因为在浴室的一个转身，或是一次轻微的脚滑，由于骨骼不够坚硬，肌肉无法及时支撑，你的人生轨迹可能从此彻底转向。这一次跌倒，可能就是独立生活的终点。但请先别灰心，这并不是结局。你的身体其实还没有投降，它只是在等待正确的养分，这与你的年龄无关，关键在于你有没有用对的方法去重新喂养你的骨与肉。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以便接收我们提供的最佳健康建议。我想知道你是否正在观看这段影片。如果你觉得这些内容对你有帮助，请在评论区输入1，如果没有，请输入0。大家好，我是林国安，我在台中的区域医院担任骨科与复健科医师，已经整整34年了。这30多年来，我诊治过无数双手，看过无数张因为疼痛而扭曲的脸膀。作为一名医师，我看过太多人在健康时对身体的微小讯号视而不见，直到坐着轮椅进来找我。我今天站在这里，不是要卖你什么神奇药丸，而是要履行一个老医师的责任。我看过太多心碎的案例，一位原本爱爬山的62岁大哥，因为肌肉流失太快，现在连走到路口买份报纸都成问题。一位70岁的老太太，原本是家里的支柱，现在却因为骨质疏松，连自己站起来去喝口水都得仰赖外籍移工的搀扶。我要对荧幕前的你发出最诚恳的警告，如果你不听完这部分的内容，后果可能是你无法承受的。很多人觉得年纪大了，体力偏差是正常的，于是继续照旧有的饮食习惯生活，继续吃着那些缺乏营养、只有热量的精致淀粉。这正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最终会坐在我的诊间里，眼神充满懊悔。如果你现在离开这段影片，你可能会错过给予身体最后一次修复的机会，继续在无知中消耗你的健康本钱。但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虽然骨骼与肌肉的反应比较慢，但只要你开始给予它们正确的营养，它们是具有强大修复能力的。在接下来的分享中，我不谈深奥的医学理论，也不会夸大其词，我会用我34年的临床经验告诉你，如何透过几种随处可见却极其珍贵的小小种子，重新建立起你身体的钢铁支撑。这不是药物，而是大自然的馈赠。在我们开始修补身体之前，我希望你先做一个简单的比喻，
想象你的身体就像是一栋住了一甲子的老房子，而你的骨骼和肌肉就是撑起这栋房子的地基与大梁。很多人年纪大了，觉得腿脚没力，就拼命去买昂贵的钙片来吃，这就像是地基都已经在漏水坍塌了，你却只在墙面上刷漆。如果没有稳固的基础，所有的补给都会迅速崩塌。在台湾，我观察到许多长辈都有一个共通点，吃得很饱，但营养品质却很差。他们摄取了过多的白米、饭、面条，却严重缺乏高品质的蛋白质来支撑肌肉，这就是所谓的地基空洞化。现在我要介绍第一组基础种子，第一种是来自亚马逊森林，现在在台湾也非常受欢迎的星星果，也就是印加果。另一种则是我们台湾在地最亲切、黑得发亮的台湾黑芝麻。为什么说它们是地基？因为这两种种子含有非常完整的植物性蛋白质。你可以把蛋白质想象成建筑工人，而印加果中富含的 Omega-3 脂肪酸就像是帮这些工人准备的消炎润滑油，能减轻你关节里的慢性发炎。当发炎减少了，你的工人才能专心修复你的地基。我们要如何摄取呢？其实非常简单，请听好我的步骤。我不建议你拿这些珍贵的种子去高温油炒，那会坏掉它们的营养。我建议你每天只需1小匙，大约10到15克。你可以将黑芝麻粉直接拌入温豆浆中。更重要的一个小秘诀是，请务必配合富含维生素 C 的水果一起食用，比如台湾在地的芭乐或是柑橘。维生素 C 就像是黏着，既能帮助这些蛋白质转化为胶原蛋白，加固你的骨架与肌肉连接处。我想告诉大家，你不必为了健康而彻底改变一辈子的生活习惯，你只需要从今天起，每天花一点的心思去修复地基。当地基稳了，那种久违的踏实感就会慢慢回到你的脚掌心。这不是奇迹，这是生理规律。请记住，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基础若稳，老当益壮。很多病人在门诊时会问我，林医师，我明明每天都有睡觉位，什么早上起来还是觉得全身酸痛，感觉体力根本没恢复。这种感觉我非常明白。随着年纪增长，我们身体的修复速度变慢了，就像一只旧手机，充电充了一整晚，结果才走几步，路电量就掉到一半。这个种起床后的疲惫感，其实是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它在告诉你，它缺乏足够的修复材料来应对白天的损耗。当你走几步路就开始喘气，或是稍微动一下就觉得肌肉紧绷，这不是你老了，而是你的身体吸收效率出了问题。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第二组修复种子、葫芦巴籽以及奇亚籽。你可能对葫芦巴籽比较陌生，但在功能医学中，它是调节代谢、促进蛋白质合成的利器，而奇亚籽则像是身体里的营养缓释胶囊。为什么？它们能帮助修复，因为长辈最怕蛋白质吸收不良，而这两新种只富含的可溶性纤维能让营养在肠道中停留得久一点，让身体有时间慢慢吸收这些修复骨骼与肌肉所需的微量元素。我教大家一个最适合台湾长辈的修复饮用法。我们可以制作修复种子茶，将1小茶匙的葫芦巴籽放入保温瓶，加入热水焖泡。至于奇亚籽，我建议一定要先浸泡过夜，让它充分吸水层，呈像果冻般的质地。你可以在傍晚
或是晚餐前半小时饮用。这个时间点非常关键，因为身体在睡眠中会进行大规模的修复。你在傍晚补充这些材料，刚好能让身体在深夜工作时有足够的资源。有些长辈心急，想说多吃一点会不会好得快？我总会温柔地提醒他们，修复身体不需要赶进度，最重要的是持续。就像滴水穿石，这些微小的种子虽然细小，但只要你每天规律地饮用，你慢慢会发现，早上起床时，小腿不再那么僵硬，下床的第一步不再那么沉重。修复是一个缓慢但确实的过程，只要方向对了，身体一定会给你最好的回馈。作为一名骨科医师，我最担心的不是骨折，而是所谓的肌少症。肌肉萎缩往往是无声无息的，它不像感冒会让你发烧，也不像牙痛会让你睡不着，它只是悄悄地偷走你的力量。请你想想，最近在爬家门口的楼梯时，是不是觉得脚步越来越沉？或者当你坐在客厅那张比较矮的沙发上时，是不是发现自己很难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必须要用手撑着膝盖，或是请家人拉你一把？这些都是肌肉正在流失的危险警讯。如果肌肉流失到一定程度，你的骨头就像失去了盔甲的士兵，一碰就碎。为了对抗这个无声的衰退，我们要动用第三组强大的武器——亚麻仁籽、与火麻仁。这两的种子在植物界中被称为肌肉保护者，它们含有丰富的钼、酚素、与优、质油脂。这些成分能向你的身体发出正确的荷尔蒙信号，告诉身体：嘿，请不要把肌肉分解掉，请把它们留着。这对于那些平时因为牙口不好或者消化功能不佳而不太敢吃肉的长辈来说，简直是救命稻草。即便你不吃太多肉，只要吃对了种子，依然能保有健康的肌肉量。我建议大家可以把亚麻仁籽或火麻仁研磨成粉，口感会像坚果一样香。你可以把它撒在早晨的稀饭上，或者拌入烫青菜里。这个里有一个专业的建议，同样要搭配维生素 C。你可以先吃几片橘子，再吃这些种子，这能大幅提升蛋白质的转换效率。我常跟病人说，肌肉是你晚年生活的尊严。有了肌肉，你才能自己去逛市场，才能抱得动孙子，才能在跌倒的瞬间稳住重心，保住肌肉。不需要你去健身房举重，只需要你在每天的餐盘里多加那么一小只充满生命力的种子。这是一个微小的习惯，但它能产生的抗衰老力量绝对会让你惊讶。请不要等到连碗都拿不稳的时候才开始关心你的肌肉。在台湾，骨质疏松症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我常开玩笑说，骨头跟人一样，也是有脾气的。他不喜欢你偶尔给他补一大堆钙片，他喜欢的是细水长流的关爱。很多长辈每天吞钙片，却没发现自己的骨头还是脆得像饼。钱为什么？因为骨头不只需要钙，它还需要镁、锌以及维生素 K 来引导这些钙质进入正确的位置，而不是沉积在血管里。请想象一下，如果你的骨骼结构已经变得像被白蚁蛀蚀过的木头，虽然外表看起来还好，但只要稍微一受力，它就会从中间折断。这就是为什么许多长辈仅仅是在家里客厅绊了一下，甚至只是稍微用力咳嗽，就发生了髋关节或脊椎骨折。那肿痛是会让人瞬间失去求生意志的。为了保卫你的骨骼，我推荐第四组组合芝麻，特别是白芝麻与向日葵籽。向日葵籽富含镁，而镁正是钙质的导航员。没有镁，你吃再多钙也进不去骨头，
而芝麻则提供了高浓度的天然钙质，比牛奶更容易被某些长辈的肠胃接受。关于怎么吃最有效，这里有医师的私房秘诀：种子最好稍微清炒过或烘烤过，激发出香气后再研磨。为什么？因为轻微的热度能破坏种子的外壳，让里面的矿物质更容易被释放。我建议的最佳食用时间是午餐，中午是人体代谢最旺盛的时候，钙质与镁的协同作用在午间摄取，能最好的被骨细胞利用。你可以准备1小份由这2种种子混合而成的抹酱，或是直接加入汤品中。你要记住，骨骼最讨厌充饥式的补充，它最爱的是那种规律的规律性。你不需要1天吃1斤种子，你只需要每天中午那小小的1匙，这就像是在为你的骨头存款，每天存一点点，等到万一意外发生时，你的骨头才会有足够的韧性去承受冲击。保护骨骼是为了让我们即便到了8、90岁，依然能挺直腰杆，优雅地走在阳光下。我想跟你们分享一个住在高雄的病人，他叫陈美惠。美惠子今年68岁，原本是个非常活泼、爱跟团、出国旅游的人，但这2年他开始变得很宅，连去家门口的公园散步都不敢为。什么？因为他深受半夜抽筋之苦，且总是觉得腿部有一种不自觉的虚浮感。他说：林医师，我真的很怕万一在外面厕所站不起来，或者是走路走到一半腿软掉，那真的太丢脸。这种失去独立性的恐惧比死亡更让长辈感到焦虑。美惠子甚至因为有一次在自家浴室差点脚滑，虽然没跌倒，但那次惊吓让她整整1个月不敢出门。她觉得自己正在失去对生活的掌控权。针对这个情况，我给美惠子开了最后一组独立处方南瓜子以及食用级的罂粟籽。这2者含有极高浓度的镁与锌，锌对于神经信号的传导至关重要，它能让你的大脑指令更精准地传达到脚趾头，避免那种脚软的感觉。而南瓜子里的色氨酸则能放松神经，缓解半夜抽筋，让你的肌肉在夜晚得到真正的休息。我建议美惠子每天下午3点当成点心来吃1小把南瓜子，这不仅能补充体力，还能稳定情绪。美惠子照着我的建议，每天坚持摄取1小时，并搭配简单的居家伸展。3个月后，她再回到诊间时，眼神都不一样了。她笑着跟我说，她虽然没有变得像20岁那么壮，但她现在出门散步很有信心，因为她感觉得到自己的脚掌能稳稳地抓着地面。维持独立生活是我们60岁后最大的财产。这种独立不是靠别人施舍，而是靠你自己每天对身体的悉心呵护。当你不再害怕跨出那一步，当你不再担心半夜被痛醒，你才真正拥有了晚年的自由。这就是这些小小种子能带给你的最珍贵的礼物。请为了这份自由，从今天开始行动。说了这么多，医师最后帮大家整理一份7天行动清单。如果你觉得一下子要记这么多种子太困难，没关系，我们按照这个节奏来。第1到2天专注于基础，在早餐加入黑芝麻与印加果，帮老房子打地基。第3到4天开启修复，傍晚来一杯奇亚籽或葫芦巴籽茶，帮助身体充电。第5到6天强化肌肉，在餐点中拌入研磨好的亚麻仁粉，保住你的尊严。第7天守护骨骼与独立，午餐加点向日葵籽，
下午吃把南瓜子，让脚步偏稳。请记得，你不需要一下子把所有种子都买齐，最重要的不是多，而是对与持续。医师常说，最有效的良药就是你愿意每天执行的小习惯。如果你觉得这段影片的分享对你有帮助，或者你身边也有像美惠子一样因为怕跌倒而不敢出门的朋友，请务必把这份建议分享给他们。你的分享可能就是改变他们晚年生活的关键。现在，我想请你在下方评论区告诉我，你打算从哪一种种子开始尝试，或者直接留下我开始了，让我们互相鼓励。在下一段影片中，我将分享如何透过更简单的居家3动作，配合这些营养，让你的行动力在1个月内有感提升。我们下次见，祝大家都能拥有一双健壮的腿，走向更远的地方。